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市刑警大队大扫屋，这届总共抓到429个嫌犯，其中有一件是破这个德联邦的捍卫队。因平常时除了会讲暴力讨笑之外，竟然阁会针对着借钱予人的债主来出骹手，都有2个债主借人1000万，甲因借的这个人钱还袂出来，就去找德联邦出面控制这债主，甚至共拍。 逼人就签本票，叫因夫妇咧不准阁共讨钱，这实在是无天无理。结果奉用恐吓甲妨害自由罪，移送法办。关键为多星门爬起哩，全副武装伫一间公寓掠人，内面嫌犯毋那是暴力讨笑，连欠钱嘛无想要还。你先出来，收起来。 嫌犯不动声色，警方惊讲丢面失控，赶紧爱行出来。原来内面是德联邦姓会嫌犯涉嫌用暴力讨笑，轻视一个姓陈的查甫人，因为投资失败，找2个被害人借1000万，因为无才调刑，煞找德联邦捍卫队姓会主嫌，带5个囡仔去威胁，并且拍被害人，逼因签300万的本票。 他邀这个被害人去谈判之后，把人押到别的地方去关了一天哈。那另外也殴打他，还有对他恐吓。警方伫现场嘛有抄到真侪空气净丝瓜刀啊、本票甲照记要独家微包，可能是乌帮成员利用的。目前警方已经将6个人拢追捕到案，即摆大扫屋总共掠429个人。 拢依照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、甲恐吓取财、妨碍自由等等罪嫌移送。